庆祝政府通过增加彩绘初级技能认证，技术甲贵宾共同组织伫台南宣誓全新启航。理事长纪万珍表示，该产业并不受疫情打击，而且因为中介人员逐档增加，所以80%个店家拢并且有认证的技术，用政府挂保证的专业技术来提升竞争优势，取得消费者信任。我觉得呢，就是我们选择美甲店呢，我们还是要选择有经过一些检定认证，还有专业执照这样子的美甲店，才会对我们消费者而言是比较好的保障，还有品质的保证这样。对，这样子，比如说像那种比较没有经过训练的，就可能做出来会有很多消费纠纷。像很多网络上都有这样子的评价，那就是看过去你也会觉得，他们做的造型也是，就是没有专业的这么好。之前一波的那个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这行业完全没有受影响。那这一次的疫情当然是全面的哈。那从业者也希望说，藉由这样的证照，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更有信心，来让我们接受我们的服务，不用去担心会有这个疫情传播的问题。那我们自己从业者在这方面的一个要求也都做得很好。我们目前除了美甲之外，还有美睫、纹绣，甚至现在的一个除毛，还有一个施华洛世奇的贴钻。我们现在是全面化的一个专门认证的单位。了一档4摆劳动部所办理的初级认证，嘛，互有心投入的技术纷纷挑战。其中伫台南已经1架17档，算是元老级的罗银珍，除了参赛迄种无数，而且得过增加彩绘各界专业组的第2名，再就是评审级的老师。今年底同款要通过认证，看好以后产业发展。这个认证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因为从业10几年了，那一直都没有国家所对我们的技术上做一个认可。那终于在今年呢，可以通过国家的这个检定，让我们在美甲的专业上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这个是非常需要有一个专业技术来肯定的一个职业认证。对，那通过这个证照的考核呢，当然就是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好一层的保障，可以让我们这个从业人员基本上在从业的时候，技术都有一定的水准以上，才不会就是有一些消费族群可能有一些消费纠纷的一个产生。家己工会立场，目前除了增加彩绘，加伫国际同步甚至领先的潮流款式以外，其他包括白白、涂抹、骹手保养等相关美容的专业认证，嘛拢会持续努力。希望带动整体产业的升级。因为现在都已经跟各国是完全同步甚至于我们在各国的美甲业里面也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所以在现在市场上的一个趋势，我们台湾也都在一个带领的角色所以整个台湾现在的一个像现在认证的部分，我们有一个叫做渐层指甲的部分，现在就都成为市面上几乎每家沙龙店客人都会要求要做的一个项目了。增加彩绘发展已经不只是比赛求进步，嘛用伫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成为艺术创作品，相当难能可贵。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庚采访报道。